了年不接到底，你们拉的金门人都钱呢赚不下吧？现在给他那个得了呀，那他把是个的，知道대대로 다当那他们我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产业是呢，但送给要的，但因呢，我们为路给呢，担不起，担不起呢，我们担不得，担到担不了下用个要的，实际的意思是呢，到去年移民70名照要的，因呢，到我们路住给来到你们塞外塔儿。来到你们南岛来，他到这来，这边呢，东北年纪搞不就是现在，都送下这个历史给他兄弟了，考你这个要的，东北年纪搞不就，我说那么原来培育那就晓得东北年纪搞不就是多啊，但历史个兄弟了，东北年头搞不就是那个考起这个要的，是这修饰的那不是不是啥。这吧，东北年经各个人是南天的钱，东北年头搞完就是呢，高天的钱，什么多啊？我都晓得个这个地个，帮着过年牛毛炒的，东岸地九地钱，他的南家炒的，看到在90年面都看到他高天主机的，南街那边一直在呢，东北年经搞完就是这些。这边确定的抗冻搞完的时候呢，甚至区级因素搞重要的。现在印度上呢，搞不是啊个，我从这个做事的，甚至去年的讲什么大多啊？这人个当着的，他的多呢，甚至去年的忙呢，甚至去年的忙呢，甚至顶住都，南线先别管呢，个阿泰人什么的利用个了吧？加上个真正印度，什么30岁呢？甚至人心，记什么？但甚至那路特度的，记什么写白落地，甚至那路蒙白落地的，这当我应该给他年不前年的帮白，的帮，什么确定因素，稀释了这什么？确定数听吧，确定数稀释了的，甚至你过来上更多啊。这是个东北泥土搞不就是了呢？高点的些，东北年纪搞不就是了的，南点的些。